台湾大学个5档就100岁咯。校长陈文忠是宣布5来5档会有真侪计划，包括要请诺贝尔得奖者来台湾演讲要使半导体国际的学位学程，上紧明年要开始招生，嘛准备要募款25亿，要来成立一个人才的基金。请揭晓。国立台湾大学8月举办校庆活动启动记者会，嘛因为台大伫2028年就要迎接100年校庆，校长陈文忠嘛宣布，这5年中间要进行侪计划，包括募款创校100年基金和百会推手，加强要募新台票25亿以上，用伫招人才、留人才和创立百会纪念馆等等。另外，这5年来会遴选出100项台大对世界有重大贡献的代志，校长认为安尼会当提升台大的国际声望和排名。那台大过去几年有时候会往下掉，是因为也许我们好的部分、研究的部分别人不知道，所以我才会做几个事情。第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整理这近100年来台大重要的对世界重要贡献，这个是一个目的。另外，针对半导体人才的培育，校长表示已经向教育部申请设立大学部半导体国际学程学位，打算上紧明年招生。第一年要收50个至60个外籍学生。马来西亚校友会会长也表示，希望会当甲侪优秀的学生上来台大读册。电机类啊、半导体类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这个是世界级的哈。那我想很多东南亚的学子很多都不知道这一点。马来西亚校友会过去3年，我们也举办了一个城市设计比赛，大概每年都有将近1000人来参加。这是我们希望，我们也希望把这些优秀的学生都介绍到台大来念书。台大成为研究为主的大学，为着要促进研究交流和国际合作，打算要以150万国级的待遇，第5年来邀请6位至10位诺贝尔得奖者来台大和师生交流，希望徛伫100年的基础，继续培养优秀的人才，贡献社会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